各位旅客，金鱼洞人对不？人对，人在地人听人讲人狗啊，伫遮哦，安尼伫遮，哇，这吼看起来真正就亲像一只海洋呢，吼，海洋、海豚、金鱼，不对，是金鱼，对不对？金鱼，对。哇！啊，现在叫人哦，足特别的，因为许多人拢是人啊安尼。有坑啊，咱当地人拢叫人，嘿，哦，就是人啊安尼。我要借问一个，因为教练你是在地人嘛，对无？你细汉时阵会来遮佚佗无？会啊，我拢伫下骹，都伫迄个吹海风啊，嘿，啊，听海鹰的声。我国小啊，下着是啊，因为热天会热嘛，天后热天就热的，这是咱小门天然的冷气。哇！嘿，我拢来遮，来遮咧困。